形容自己的眼镜是有表情的，镜框、镜角上都是实木独一无二的纹理。这是罗秉尧手工制作的木头眼镜，没有金属铰链，全以实木榫接。金属的螺丝在木头里面，它很容易滑牙，我觉得那失去了效果。把明式家具增强支撑力的榫接方法运用在眼镜上，非常罕见。容易碎裂的树瘤处理后，成为眼镜贴皮，有类皮革的质感。罗秉尧喜欢挑战，厚度只有1厘米的木皮，用不同的纤维角度贴在实木上，辅助弯曲，不易断裂。这也常被笑傻。取木技术运用机器，不是更容易吗？我觉得我谢谢那些来跟我说你可以怎么做的人，但是那个都是量产的方向，那个 maybe 是你可以一个型号就做非常多支行销全世界，那个我会很替他高兴，可那不是我。独步的实木取木技术，让罗秉尧做的木头眼镜重量不超过20公克，轻却坚固。哇，真的就不怕摔耶！要懂耐用啊，这很耐用。Sagelo 1后设计很好。台大政治系毕业，因为喜欢木头的质朴而深陷。罗秉尧说，透过双手完成的不是产品，是实践成为专业职人的梦想，所以比客人更严格、更挑剔。这副眼镜镜角上有难以察觉的高低差，客人说没关系，他坚持宁缺毋滥，再花8个月重做。他说他不介意，可是我跟他说我可以退钱给你，但是我不能把这样的东西给你。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创作需要这样，很扎实、很硬性，很硬，就是我一定要达成，然后不退缩的那种精神。现在一副眼镜可以卖数万元，罗秉尧不自满，让木头展现独有的美。他持续创作，对自己有更多期待。一起练练看，要多练习哦。要懂耐用 ，Sagelo 1后。要懂耐用 ，Sagelo 1后。谢谢宗仪老师。